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中市政府所举办的国庆升旗典礼，总计有2万的民众来参加，尤其是排队等要领纪念品。 牛仔帽这种牛仔帽的民众是排将近1公里长。另外，市政府嘛来展示着1百全国上界大白的国旗。 乐乐大家队伍排队将近1公里，为着庆祝国庆节，大量市府发放限量5000顶变凹的帽啊，也有纪念品。有民众前一暝就走来占位，就是昨晚就先来卡位了，昨天就来排队，就先来卡位，没有来卡位就没办法了。民众欢喜甲随地去哩头壳顶，唔会当压一头，甲凹凹起来，可会当扎伫身躯顶。 市长罗秀燕对现场的民众做伙唱国歌，行政院副院长江启臣也来到府前广场，甲民众做伙翕相。民国生日快乐！众人徛几排，将38公尺长、24公尺宽、全国上大白的大国旗甲提起来，民众围伫边啊，对了热手中的小国旗。 典礼现场闹热滚滚。今年我目测估计大概有2万人左右。我们透过这些精彩的节目安排呢，就是要展现我们对国家的爱护。整齐队伍配合应急的节奏，市府邀请惠文高中的仪队操唱，配合大北的国旗进场，呈现庆祝国庆的欢乐气氛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